新北市中和有一個42歲爸爸陪囡仔咧耍，結果囡仔突然間走去路中，甲一個過路的騎士嚇驚到，騎士是氣甲叫歹聽話，結果這個爸爸嘛去掠狂，竟然惹出着假槍，要甲對方輸贏。這個穿烏衫的查某人打進前，對這個騎烏多擺人大細聲，正手佫舉一支槍。這個騎烏多擺人驚到隨落車，哪報警哪退後，無偌久，警察到現場將這個人包圍掉咧。因遠遠就看到這個查甫人手有舉一支長槍。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！玩具槍啦！一個看到警察到位，知影代志大條，伊趕緊解釋講，這毋是真正的槍，是假槍。放下，蹲下！伊雖然講有隨交出來導航，不過互員警壓制掉咧，跪佇土骹，唔敢叮當。是沒有看到了，也聽到聲音在，很大聲了。原來是舉穿這個42歲姓區的查甫人，當時陪囡仔佇耍，想要到這個囡仔向走去斜路，互這個26歲騎烏多擺人驚到，對說講對方趕緊動起來甲罵，姓區的查甫人一個聽到了後真生氣，舉假槍對伊大細聲，雙方就因為安尼煞佇遐佇相罵。員警當場查扣槍支，並將該男子帶反鎖，全案依《社會秩序維護法》第65條，以新北地方法院簡易庭裁處。本來敢若親自登錄佇算爾，因為公然提出假槍，所愛入去警察局，監察單位嘛將這支槍送驗，要了解講這支槍敢有殺傷力。Hello， 我是莊慧琪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